我只係講啲實情出嚟，我只係管工場咧，工場冇得管嘅啲師傅，啲師傅唔係個個咁好啊，只不過你係去培訓一個師傅或一批師傅好，將你嘅經驗話俾佢聽，佢有陣時聰明嘅咪接受，唔聰明嘅未必接受嘅，啊，咁咧香港已經冇晒啲裁縫㗎，因為最好係我，而家香港上個裁縫根本就絕冇㗎。做剩咗一個差唔多寫包衫咁樣，你係靠上面嗰啲工場師傅。而家上面大陸啲工場啲師傅都少咗啦，咁啊學師而家上面正正式式嘅上海裁縫手工咧，係要去培訓出嚟嘅，將你喺香港嘅經驗去教導佢，咁你擺埋一件正正式式一件全國嘅上海工咯，但係又要個師傅配合咁先至係嘅，如果唔係大多數都係普普通通嘅。